动吃来做事。咱直接用落去做咧，可以，得准了哦。咪将伊弹出来啊！係啊，安定嘅，冇乜咁特別啊，英語。小姐，小姐。哦，等下吼，要放手忙起的，打制作的烤面包的。哦，烤面包。哦，如何说呢？等下就做面包咯。嘿。有嘛？很強哦，哈！空氣很好哦。哎，較細啲條嘅哦。講哦。不用來講，俺嘅故鄉有嘛？很強哦。你看這片，一片有山呢，也一片有河吧。強溜溜誒。哎，俺細時節吼，當叫迄個河吧呢。不過也下看起來水面很強哩。唔講跌落去河巴地度啊？沒有跌過。有時候可能這個我先做下嘢。俺沒啲一片河吧，你啲哪？迄啲俺無卡嘅後半河吧，俺有時會去嗰片西山夫。西山夫。西條南哦。唔咩做下工作？你以前嘅河吧，嘅好多潛水。哦，潛水。潛水工。潛水工啊，嘅水係做得煮來食嘅，真件凍槍。係冇錯。凍病嗬，我記得。嘿，凍病哦，跟熱天嘅時節嗬，直接跳下去。唔知道一下嘅風景樓頭擺有冇共用喎，都差唔多用啊。係感覺較安全。用擺先講。因為可能踩下度嘅，你看喺旁邊有種嘅加油嘛。哦。咁唔係就吹嘅時踩會跌下。冇，以前這件事種到喺田地度去呢。看，有變啦。唔過一般來講，木嘅咩變動到，不變到較強。較強。別墅型嘅。係冇錯，係啊。佢哋係我去哪？等一下哦，我攏已約好誒。約好啊？嚇？約飛哦？咩啦？攏條價約好誒。佢係種烏嘅。哦。係，一係烏嘅規則。係，一係烏嘅規則。我啱啱識批辦過烏嘅呢。嚇？嚟等於辦下攏已約好誒，人家就要做落去辦烏嘅。嚇！哎呀，水真嘅很強哦。研究哦，根本伊當歡喜可以轉來自家嘅故鄉，介紹人事物。我看到係我細時節20年前，同我鄉下演木管演一部戲嘅，演我細時節嘅劉禹慈。我想講，來故鄉親近，同樣我哋係苗栗公幹人，很期待哦。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我兩條見面嘅溫暖，要帶佢去看看我細時節搞嘅素菜，然後放乜嘅東西啊，食乜嘅東西啊，看我細時節係乜嘅用嘅，狀態硬了了，要變係乜嘅用嘅。老爸比較熟悉時間啊，差唔多上89歲，係因為拋棄。叫成就想講，因為有一個很親切嘅阿姊，從條係人家對共用係來自苗栗公館，嗰一擺差唔多有20年咯，再個見面。發現到阿妹愛，竟然佢都冇乜嘅變化呢。嗰時我非常嘅期待，今日做得人鄉下轉到人嘅家鄉苗栗公館，前轉順利有乜嘅做得做料理嘅好美食。啊，當場已經條錢，簽到咧，到咧，聽我。好，做得。哦，係，應該聽日順豐好嘅。做得，好。小太公，啱做起出來啊！係哦。哎呦，一抬做就做了。當然我來攏是天數啊，人家好嚟做乜呢？辦屋嘅啊。我來辦屋啊。這個但係可能先帶樹立嘅哦，冇乜樹會用哦。一天鬧係嘛？
系哦，耐绑的夫，哦，一国嘅做拉咧，哎你一國嘅做拉當簡單吼。哎呀哟，哦哇，佢而家啲嘢係軟男呢，哦，而家係老人因為冇帶出來嘅吼，有啲人嘅過敏性皮膚佢都會癢，嘿，愛温不咬係嘛？唔係佢會癢，哦，温咬你那種。類似這種啦。腦皮，因為愛洗時間愛有熟光，愛規身同步用到吼，哇，熟味啊！嘿，哦像我安尼粗皮嘅吼都冇相關嘅，唔會哦，營養嘅都唔會癢。可能習慣的啦。哦，可能嘿，我以前冇爭塊時間咩會唔冇，會？係做邊咬都冇事嘅，哦做習慣嘅咩？嗯，哦，一幫我當簡單吼，哎呀有喲，龍綁路迄個共用冇？比幫老闆還簡單，你怎麼吃只對啊？搖兩下就放去了，哦，有。就來去了。干牙師傅我有，我有。我順便搖還沒動過，使勁搖，使勁搖，懂我搖哦。唔知道按搖啦。哦，安尼吼，熟熟這個咧不，是按鈕啦。嘿，那唔知搖。使勁給它搖。好，誒，鋪台對對嘛，一條熟一條，呀，有誒呢，人家都有誒呢，做乜講分鬆，當簡單吼。用慢看。我小條按到按打唔係，手啊。人家熟半看，人家熟地度啊吼，啪啪，啊，一地度啪啪，一刀背呢有粉末，有粉熟街會有粉嘅，早些會有粉末，嗯，嗰種有誒一聽粉鬆的，粉鬆的，當好食，粉鬆粉鬆當好食啦，熟爽。當熟爽，鬆。當好食的意思啦爽快，概念上是這樣子吼。啊，你算細粒太粒？算細粒，唔算太粒，太粒很多一兩件，不過也很講哦，有顏色。做得啦。要當好要當很像是當這樣顏烏版哦色。剛剛用慢看其太粒細粒，這樣出來一般天天對啊哈三咩？也簡單講吼，也有誒吼，從安太頭誒，安太頭種喺土壤裡面，種下去，1年的時間上就熟成，哦一年才會變太粒。這樣變太粒，哦所以佢安太粒種落去，種到180公分高，然後營養成分往根部吸收，慢慢吸收，頭開始長大，哦，好，這樣會變安胎。今日吃板塊啦，吃板塊啦，做得嘛？我來做得啦，來，來，拿來，吃塊啦。你是會搖搖要標準的嘛？哎呦，標準的，一多都有標準的。有。哦，從細粒嘅。從細粒嚇，從細粒佢有太粒嘅好辦，我咧，師傅搖。師傅有哦，嚇，哦，有太粒，有太粒哦。太粒，哦，哦，較太粒地位吼，我削係嘛？先削。你倒回來。來，不然小個咧，我離挨下演掉嘅。好，來我三塊塊地位，安尼哦。很專業哦。大家都看到唔難用嘅。用刀背，刀背哦。刀背去刮體，這麼刮鐵，誒，刮體，因為粗嘅東西先刮誒，鐵。刮體，做冇熟到肉，好，變到頭來，安尼味嘅，咩？不熟一片，一片，先熟一條，對，一冇熟體，剛啱用。熟嘛是冇熟體，會氧化，一片冇哦，一片，一條，一片，誒，切得切。做嘛冇熟體啲嘛，會氧化，哦。係，喺面體會突然間開始面。係。好啲啊，也慢個熟啲，安尼佢唔會氧化嘅。你這樣會氧化。但係呢，最好食的有嘅就亞節，我話啲，亞節、青龍舌、亞節、米紅都是誒拿做去通過會熟嘅。來做麵包。好，請大哥今日好做乜嘅嚟？也喺度做烏嘅麵包，烏尾麵包。同烏嘅拿包到麵包底度，大家落去烤出來麵包都當好食嘅有哈。料誒。也要做呢，用埋做。也做人不用等哈，係。添過去哦。往內往外，啊，你要香菇嘛？香菇咧，香菇做誒。咧半點做，半點鐘哦，要同不香菇對嘛哈？係。人家包迄個當中嘅哈，也不用中間，係。冇不用很多，不用太多嘅話哈，以後大會切出來。我切出來。我切出來做唔得哈，用到啊，誒做唔用到啊，唔係客家人咪當颱風嘅，咩包下度。但係都地度佢會擴散哈，如果中意嚟係嘛？啊，你冇聽說喎？唔係打到當到嘅，見過啦，見到地度啦，哎呦，係有希望幾多面可會溢出來嚇？誒，我做出來，也冇做出來對吧？一鉗，好，鉗中間做得。誒，搓，按住去炸嘅，一麵包係你餡嘅啊？麵包打佢，我就烤家下會變3幾度嘅，3幾度切過去，佢家烏嘅就會做出來，哦。就種做出來，做係變得哈，係肯定要做哈。哦，咁你我當見中。你做得冇啊？T 版呢？哦，我叫呢。難怪我出啲咯，哦，做得咯。誒，難怪人家講做安尼種療癒，真嘅，以後教。我跟用眼皮喏。
啊，是那东皮啊啊，这。种啊做得嘞，按做得嘞嘛。做得忙啦嘞。，再来。还忙哦哦。请大哥讲啊，睇你地位啦。好。我比较泡皮的。哦，安样，按你拉泡的啦，按泡的。哦，对对对好对。储物地位。也都变成大家要当床。安样啊。哦，中间一啲都啊，中间中间如果我们都倒动哦，倒动打个包，我们还会爆浆，爆香。爆浆馒头。烤出的会变爆浆。那你就感面包觉给底度懂手呢，啊，你呛您看，唔好按生。我当然生气的不重要，那个口感就很棒。唔过佢唔会唔会中啊，啊给你要按手。唔会唔会唔会，唔啊，你我会会动的，听到嘛？用唔怕啦，做得啦。懂。大家吃看呢，啊，唔感觉你会还好，可以挨哦。唔会唔会唔会，好嘞，挨压力包起哦，让咯你。来面前的哈，最好的试试看啦。慢慢给你的，慢慢给你的，给你的。讲佢唔会好，哦，安样，哎，好来，哎，拿念一片，没，对，好，那一片，对，那一片，加接票给大位，一片，一一片片，那一片，哦。哦，啊，你像包水饺一样，很多安尼我就搓搓啊的，搓的，哦。搓比酱，米香比酱酱，哎，安尼做得啊？哎，做对，哦，搓啊，搓啊，按搓啊，酱对喂。对，哎，好嘞，安尼。好，就不用的，安尼不用，安尼执的，大家去扣起来也就唔会裂开哎，了，泰哥，嘿，也係眼嘅身材，眼嘅身材。哦，可以啦，哦真，係當杯見下你地下見熟。大概眼身材有啦，棍啊，哎，見下衣，我做得，我愛嘟，好啦，咁樣。冇地方坐，安尼，哦，黏黏啊，黏黏啊，按做得嚟咧。佢講下搓搓嘅打邊下苗條，好就是咧。跟住我搓較久的喂。你當我演哈，你做得咯，是冇嘛一周的用嘅你啊，咪再嚟做一隻，再做個一隻。我用我按皮啦。嘅麵包香都你看生存就像安尼啦，哎呦，太過用我按有型過分咯。哎呀，客家嘢咩？出街邊啲咩？嘿蝦咩？嘿啦東頂影下，按嚟做得嚟嘛？做對咧，做得好，你不用過來用來不。做哈，好，按嚟。嗯。掉做包的，嘿，咩靠落要煸嘅，講啦，我別睇。哦，你看，做得咧。今日嚟就做得。安尼做得，好對，安尼等下等30分鐘。哦，好，等30分但是我等於鐘。發的迄下用刀位割開來，從這個芋頭裡面而包漿出來，係。哦。嗰張噴水落去，這樣落去烤，安尼烤出來麵包就當好食的，就會佢要較醬，係嘛？較醬嘿。好，跟 Andy 要電嘅時間，大家姐 Andy 講人家講過有紅色，其實還有一個綠寶石，綠寶石強暴色，真嘅，應該嘛是糖果嗬，望啊，糖果紅色，紅色咧，有強色有強色，應該係一些以前綠寶石。哦，30分鐘轉來麵包就好咧。哎，啊靠後是的，對係色咯。好，冇問題哈。像嘢安尼強暴沙有動物有蟲，蟲嚟啊！有蟲啊。因為呀酸酸澀澀啊，蟲係唔會食，嗰度唔是鮮的。哦係講係係啊有蟲嘅。咁啊油咁嘅油脂啊，嘅地位種子果核啊，哎呦，講說對提神用嘅連啊，愛嘅蒜絲米啊。係啊。動吃來做事。哎，芭比姐就係鴉片咧，哇！你看一下，當杯長長誒，嘅，一個都都貪捱呢。強暴色我生意行哦。哦，嚟，哇，可以按到幾串呢。哦，誒，條街，啊，我哋兩位大美女，來，今日天數集要咁過啊！係咪土泰講？係土泰係啊國。日已經我嚟濕聽話天數集係嘛？係啊，又係乜解？人都要減嗬。係啊，要減啊，對。就係強暴沙。哦，係啊，哦，呢個嘅要減有乜嘅好處啊？哦，也對人體非常好。咁我想聽出雜啊，我等我同介紹好啦好啦係啊，哎呀，就強暴沙唔係咩葡萄嘅朋友，啊，用上多按槍。也同葡萄是完全冇同樣哦，也比葡萄嘅營養成分要行下高哦。好稀哦，有乜嘅營養啊？因為也啲位微量元素啊，或氨基酸啊，對人體非常非常嘅好。係啊，難怪人都強暴沙。係啊，對啊，誒，當好長呢？係啊，也因為也已經熟嘅，嗰度也聽數摘到綠睇咧。哎呀，看佢係熟。也有點嘛，啊你看有晶瑩剔透開嘛，就做湯湯
对对对，透静静透有的，透明的感觉。对呀像个对鱼油嘛。对，牛嘅樣牛嘅，哎呦，係啊，因為攞佢炸下係啊，你拖一隻長我聽都摘咧，哦，係啊你看強強係啊嘅。係啊，係炸咗的咧，哎，係啊佢像呀，你強迫啥叫動物有蟲嘅。蟲嚟啊，要衝啊！因為呀酸酸澀澀啊，蟲係唔會食，嗰度唔是鮮的。哦大康係有蟲嘅。因為佢人哋撳，嗰時人講搖撳，搖橄，啲係搖橄，對對，有啊。唔係啦，咁啊搖橄嘅搖絲啊，嘅地位種子果核啊，哎呦，養咗這提神用係啊。連愛嘅蒜絲米啊。係啊，地波鹽嗰個 food 啊，地波有23%嘅油脂，個地波就有微量元素、氨基酸，就會都給地波。其實也沒有很多五味果，有陣時味道同等下喉嚨啊要回甘，對於某中藥嘛，對啊，有個酸甜苦澀甘，也叫五味果。呢件事攞件小食下嚟，哦你下真係啊，係要噴法嚟做料理呢。對對對，拿出嚟托佢嘛。係啊，拿出嚟托過以後，托過以後，等下你要煮油甘蔗好冇？好啊。啊，你咁失望咯？誒，我冇食過搖橄蔗呢。哦，你你識個搖橄蔗？係啊。因為佢嘅慶祝前都印度啊，佢所以長日照嘅食物啦，對，日照對，6到8點鐘。那它很適合海洋誒，熱帶，一年四季都夏天。曬越久啊，嗰果實嗰個顏色都會比較漂亮。不過之前你哋講到印度聖果，對，叫做印度聖果啊。我說夾嘅 V 嘅咩有日頭曬嘅 V 啊，對，係啊。好啦，係啊，拿角皮喎，係。哦，呢幾片。係啊，做得好。係啊，好，慢慢嚟，嚟數翻醃地位，係啊。做得。前面半調開個。好，嚟。做得好。罐呀，真係嘛？嚟5罐、10罐、有100罐。誒，那要按嚟按到嘅，我咩要咳到地位？不用中間啲嘅，唔看牙下邊哦。一刀10刀，100份。哎呦，你都夠嘛？誒，我呢個啦，我按到份，看呢。一係有本哦，喺邊你掉下去就好啦。彈珠台。你轉傢俬嘅啦，喺邊啦？好夠呢。係啊，嚟，我教他㗎，嚟，本太細粒，嗰個啊清煮嘅係嘛？我本嘅地位壓嘅，嗰地位壓嘅，嗰個媽的啊地位嘛，被跌下去。哦。係啊，就唔是托，其實以前網友一台之前啊。大朋友啊，拖到腰強背雕啊，係啊，腰骨當痛啊，嗰個還有都講嘅，也都語言發面。因為唔發面咧啊。唔係嗌發面咧嗱，係啊，係專家發面咧。即係你嚟試看啦，剛用嘅本太亮，跟住用到台面上。也目前我哋太細粒唔是，我就一看就知啊，太亮。就同一邊啊，紮體一樣就做得啦，係啊。主要不給佢敲。係啦，對，對，比較像粒啊做得。人哋冇唔聰明啊。係啊，對。按做得，別下去。係啊，對。哦。劉下魚做得咧。劉下魚做得。誒，嗰時候都要下面去用樹工。係啊，對啊。人工托，對，用人工托，係啊。咁樣佢叫快啲你冇啦。叫快啲，嗰陣我看你哦，眼神看你哦，哎呀，冇把底下兩咁多工錢啊，係啊，你係用錢嚟啦。出嚟。係啊。誒，眼你搞誒，奇怪。泰國眼有批到陽面哦。哦，有啊，有人都得，準備留下以後，我睇準備講嘅油甘香菇雞湯，我睇個平常可能，嗰個順便犒賞一條雜按度按姿勢，嗰個油甘茶咩油甘蜜餞，呢個含酸甜嘅喎。哇！嗰個一個蜜餞啊，不要客氣啊。你鄉下煮哦，冇講雞感覺，煮下舊的。一般我哋煮嘅油甘、薑麻、嗰個香菇一三樣，先煮半點鐘以後，將嚟煸雞肉。哦。係啊。你呢個假如配到一香味，就像雞肉加香菇嗰個油甘嘅嗰種淡淡嘅。因為一油甘嘛，它本身冇乜香味，嗰種煸香菇嘅氣味。哦。對。好多一落嘅咧。係啊，做乜煸薑麻啲嘛？可以去它的澀味，就慢酸澀，所以食嘅口感就好。佢做嘅酸米油哦，哎呦，一咪咪啲嘅葱，鹹菜同樣係神仙。
对啊，也有这么的五味果。好，弄咸菜鸡当中，有点香。啊，你油咁煮过以后，食起来就冇按酸涩的。对，因为加个酸味啊，还有涩味的话，我煮的讲嘅都同度哈。甘甜的同地度。这样蜜饯的发直接去夹来吃就好了。哎呀，这样呀，你给我说的啊。试试看呢。试试看呢。也係用乜嘅鹽呢？杀青锅，所谓杀青锅，你就先通过差不多3-5分钟啦，这样留起啦，留起这样加盐、加糖、加干炒粉，泡的。薑結叫。差唔多，要另外一種藝術加功夫哦，要另外煮解一鍋糖水，那煎的嗰個拿去冷藏哦，變成冷藏，因為畢竟安尼東西唔係無防腐劑嚟講，經驗都會發酵啊，嗰種我就要拿去冷藏，煎大概20天左右哦。20哎呀，我講我煎叫哦，係啊，要到你發覺佢喺鹽度講，如果我冇黐絲嘛，有纖維，係嘅，也就會。哎呀，成熟的果實啊，但有它的纖維，很特別，很特別。其實也地方我看也有6厘啊，差不多不用常溫帶下，差不多不用1點以後啊，它自然會裂開來，裡面有6顆種子。呢條架要做得本藝嘛，我帶咗佢嚟做料理。係啊，係咪做做？面皮很配哦，做料理做得。真的嘛？當做人工錢的咁樣啊，幫人工錢啊。哦，真的，對啦。唔會啦，也得很辛苦，係啊，也得很辛苦。嘟嘟會，你啊轉去麵包應該好咧，嘿，冇錯，我哋去食麵包嘅，食木頭架，有人過嚟撩啊，係啊。好，你係一睇就撩啊。好，OK，做得，係啊。你睇這位，安子生，那個。撩。哎呦，面包烤好了哦，刚好吃的面包哦，很香哦。哎，有香米呢。对，也是五味面包，做的是的。就人家家做的啊，人家做嘅盤嘛。係空盤。空盤。冇做哎呀，一看出底係咩人做嘅呢？哎，家人家做的有包體冇？我看一下。冇。誒，有冇？切到無拉層，所以講唔會包體。誒唔係，我感覺呀，你搶包體唔關你看你咩動好看。對，也做無鹽鋪咁樣。一陣咩人做嘅？應該做嘅。係，應該係吧？看起來咩？可能佢太橋嘅咩？太橋，誒，太橋。誒，好什麼？那顏色咧，當好食，非常好。這個五味唔會甜甜，唔會甜甜。誒，當上哈。一片有沒有炭燒味？淡咩？一絲絲啦。跟咩桂圓味誒？那桂葉的米頭，窯烤的那種味道。啊有。食起都有那個感覺啦。唔過有啲係像桂葉那個香。誒有，我家水以後有。我可能條條有標啦。哦。我這是這習慣吼，要夾個皮。因為我剛剛夾皮當香，就是它有這種焦香味。那有當然是個五味地度的米頭，因為本地的五味當好是粉粉鬆鬆，當好食。也係土質的關係，土質個氣候動態的關係。哦，係真嘅。那估計也不是特料。唔吧，是睇啊，但係偏東都唔是食。哦，這都很香咯。夾五味真係一度吼，唔會忝到忝濃，有啲仲講忝到。誒，我剛剛爺爺在佢講誒。你看就按你原先上感覺，加安尼滾落去嘅，係安尼，本地安尼一層一層嘅，有層次感。哎呀，咩唔做係冇層次嘅。有啊，有層次哦。梗係冇上樣。係一層一層嘅平台。我可能要咩唔做呀？要按凍漿哦。咁已經咬起來嗰種，一個口感不太一樣。係呐。有種深層的感覺。根本就唔單止係做麵包。還是做兩五味有關係嘅。誒，你材料已經準備好嚟，當然是慢住嚟去做。好。我嗌就做半日食。好 ，OK。好。對下對你有冇做佢咯？啱焦啦。好。謝謝。謝謝你做。一係乜嘅東西？一係乜嘅東西？蟲嘅啊！小姐，等一下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基本係又係乜嘅東西啊？蟲嘅啊！蟲嘅啦！一箱咧，你邊個蟲嘅箱咧本冇問價錢？唔問嘅本嗬，啊但係殺蟲嘅幾好ăn，你發現原來又係乜嘅東西？懂吃來做事。
日今日要做乜嘅？今晡嘅主角烏嘅控肉。烏嘅控肉。誒其實我問是這個要偷料理呢。做控肉意思，唔過讓主角變做烏嘅。哦。其實當簡單，當客家簡單客家當簡單，大家一看就會嘅。也乜個食材？冇個食材，一聽就會烏嘅啊，做得。你先攞嚟做攪幫手嘛。我做乜嘅？攞嚟下油。下油係，我愛半煎炸烏嘅。半煎炸。係，我來切烏嘅。好。因為今晡夾嘅肉係湯過嘅。哦，我先湯過就錯嘅。夾嘅量係差唔多1粒烏嘅就做得。誒，一些油啊你就拉嚟。真嘅呢，青菜個講嘅咧，沒有你講過呢，給烏嘅當雜身呢，又鬆又軟。誒哇，很正哦嗬。係啊。你其實講到烏嘅，唔家講到入烏嘅控肉，都話講係冇食過，因為我冇卡大部分鸳鸯嚟做呢。我冇卡係用烏嘅切起嚟以後，我媽媽就不用切鹽叉，人家說9層塔，佢就加薑片，你做一煲湯，佢就係講嚟食，我當營養，幾樣都爛石頭，冇乜嘅料啊。我話這個好咧，你好食咧，我用滾刀嘅，我話做油我較倒啲，你係用剪用嘅，冇咩辦剪渣。你再剁一下。哎呀，再搞一些。因為我講烏嘅切嘅動態。係啊，嗬，太肉嘅，我肉嘅。你做容易剪到表皮有點金黃色。哦，金黃色。加啲框框有冇？有金黃色就差唔多可以留起來備用。呢個嚟炒湯。先落去搭一啲落去看一下嘛。嚇，佢忙啦，我攏大肚。我一下油芒滾，我不用下去一天冇喺旁邊有泡泡，就表示加啲溫度唔辣嘛，不用一粒半看，看油芒。真嘅呢，不愧是餐飲科的，很豬籠講白料真下去，唔看都冇破啊。係啊，我有看啊，芒滾，因為人嘅時間都係講一下就滾冇人夾。誒油嘅油破誒，油啊，慢慢嘅，要按你叫吐。190度，忙啦，要差唔多150、154、158、160、爭茶10度，天天嚟170，差唔多，不用下去。爭茶10度，天天，等下用陸續用下去。好誒，好。我攏講一下係忙180，你也幾多？嚇167， 167。講多整件動作嘢，差唔多。睇藥誒，那樣時間愛變面啦。8、9不離10。等佢下，因為要油芒滾，唔啲烏嘅控肉，先重要係食夾嘅烏嘅香氣。係啊係啊，希望食強調香氣啊。應該係邊下有一陣香氣出來。錯，慢慢變正嘅來切薑片。因為你要變面芒啦，芒愛變面，芒愛變啊，唔會出火辣係。唔會。你要弄嚟大肚，你變一樣，可以黃色嘛？冇看。我就講，放下芒條嘅，再一起睇。香哦。食控肉係食辣的冇？我意思咧，我意思好冇？我同不下不過唔是挺辣啦，安尼咪皮色較醬。嚇，皮色醬咩有米絲有層次有冇？一絲絲的辣。控肉有啲嘢要薑薑嘛，有啲嘢冇薑嗬。我同不薑啊，全部就會薑薑嘛。因為我家下冇用嘅上工本佢去一下腥味有冇？哦，調和一下誒。一係乜嘅東西？一係乜嘅東西？蟲嘅啊，小姐。等一下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基本係又係乜嘅東西啊？蟲嘅啊，蟲嘅啦，一箱誒，你邊個蟲嘅箱嘅本冇問我錢？唔問嘅本嗬，我等於殺蟲嘅，幾好啱，就係蟲啊，啊聰明啲喂。蟲嘅箱誒，你能本嘢啊？唔啲啊，係蟲誒，這是蟲，一蟲誒，它看起來比較溫柔。因為而家有條啊，就屬於啲像酸樣嘅，沒酸酸咧，它扁，然後它雜色，也它軟，也有樣像個吸管有冇？也係客家葱肉嘅蟲嚟啦，係啦，也都係變盲咯呀。你把有冇來？也係乜嘅東西？葱蒜搞不清楚。你誒，唔好葱，你而家喺前面按鹽，就當成酸嘅啊。冇啊，鹽嘅啦。呀，跟住佢真係變盲啦。盲啦，盲好變啦。知道有冇出貨啦？那張龍大對白，你變一張，看有金黃色嗎？好。你看。馬上有冇出貨啦？哎，我一下同講，等下煮乜嘅東西？等下煮嘅一天唔知道我講啊咩哦，又係全世界顏色都有清河式嘅料理。真勁，我攏講有時候唔會煮菜嘢。哎呀，米烘應該愛煮。切睇你係要啲哦。嗌客家人，啲米烘嗬，盲刀米咩做得用？誒客家人嘅媽媽就講係講米烘嘅切睇啦。冇，我攏講有個人嗬，即阿婆做一把葱嘅有冇？攏講安尼滾滾嘅，揼起來就切隻碟咧，有嗰個控肉湯底度。控肉底度。而你下舊羹要用切好嘅。安尼。
哦，安尼差不多爱了好咧。哦你，要加有煮菜冇？有。啊，有哦。我特别拿刀去噶，已經全部安定嘅啊。有啊，咩要咁數到啊？甘肃都冇乜嘅我煮菜。每年動漫。阿妹做客家炒肉做得，，哎呀，韓國厲害哦！貴氏金牛肉、鹹脆乾狗肉，很厲害哦。還個苦瓜鳳肉，個香菇雞頭，哇還有咖喱飯。其實我老牙我攀竹呢。其實我老牙屬於要做全部啱出嚟。誒，咁你做去攀竹嘅，唔知我做嘛考餐飲科冇？做乜啊？因為我尾頭我開傳堂，葵春堂，係。你以前有葵春堂嘅夢想因為我至少我丙級執照，你知可以開傳堂。哦，我開係因為我係我媽媽來煮，因為我媽媽你媽媽聽我客家本用咩？佢較會煮，佢邊個會煮？很脆糕喎，結果佢即刻條條嘅去，唔看。做真勁快啊安！尼，佢攏係條條比，因為佢點解拿證照？哦條條即係伊報名嘅，結果佢有證照啊。又冇考到，有，佢點解你考到？我有考到，冇眼充滿畢業，一定要有證照當中的畢業吧？我差唔多咧，我很香哦，做得哦，我做得要炒同時就搞不腻了哈。嘿，我要炒湯，哎，我要安尼等下就可以鬆食。我電佢忘嘅，要來啊，糖葫蘆，好好好，葫蘆，係啊，我變色了。要嚟一地表下應該一號生唔了，理啦，不用呀啦。佢本本的啊誒，哈，唔該叫佢變色咧，因為佢鍋嘅係無色嘅。嗰個看冇話曬，其實佢有點變焦糖，係啊，哈，變焦糖，唔會來變色了，好變色咯， ，magic，哇，有水，有啊，有香哦，火較細啲嘛，來看，一行做得，別剪，哦，有啲係上糖色啦哈，哎，別剪，你要往班上好香，哦，俾佢調一下誒，哇，嘅顏色很香哦，有水分嗬，有，唔打出火來咯，唔會唔會，你攏加油先煸出來，邊要3層，哎，哇，你看一朵一來一朵油誒，嗯，因為油哦油誒，三萬円掉誒，你看。一油俾煸出其來。實我一天不看沒煸習慣呢，你看，這是我的平辛苦常是真廚娘的烙印，有冇？你我看平常是真看唔到啊。那魚要有痕跡啊，燙傷的煮出來時間，因為我哋煎鮭魚，嗯那鮭魚燙挖有冇？從上面嚟跌下來，哦啊有一彈誒，我就看一片，等下我就教咁樣扮煎鮭魚，做得誒，我當位鮭魚誒，也就煎鮭魚來的痕跡。來，我真一咬埋洋葱哦。哎呀，油煸薑嘛係唔是哦？我同不出下去呢。哦，我係hier。哎呀，旁邊。啲酸嘅酸邊牙啊，啲蒜頭，係啊，別空，喺啲旁邊，蒜頭攏係倒下好去，一下，因為佢火較難控制，嗯。變一下香味，哦，啊，這樣不用我了。幫手很煩嘅。有吼，有嘅感覺吼。有。也應該係葱嘅，我看蠻變嗬。種誒一般做得啦，因為前頭人哋要上菜，不用去煮湯嗆一下顏色，較正。一片湯不我留起來，哦。係我留起來，要一下功夫嘅話，你係叻走下去。啲唔打我加米酒，要等下。個調油。嘿，做得，我還沒做得啦。你看有香氣冇？有。炒豬肉，係啊，很很香哦香哦。這件都是有嘅呢。很喜歡安尼感覺，有冇？有醬，哎呀，啲顏色P都很醬哦。咖啡色、橙色、紅色。安尼看起來雖然凍好食，唔過咧肉還係硬嘅。哦豬肉一定要比控到凍久，哦肉怎麼肉？對對嘿，我還有時候回鍋啲嘅天鍋嘅汁，偏我個薄解到。嘿，汁煲一擺，嘿，咁一下咧我就用米酒、調油，調油，好，一調油，調油，好，各位溫呀，酒，酒，下呢邊，很香哦，水本係一碗，水啊，好，嘿，一絲絲嘅蠔油，係來。好，分幾盤，冚過佢哦，我冚過，唔過會攏係不用下。好，做得好乖吼，喂，做得，有火冇？有火冇？你看，有，不用水了。延時要好加上邊啊，無，佢唔是，佢不用你醬誒，冚過佢。難怪我想講個空差唔多都有誒。延時嘅，啊有鹽巴冇？啊有，
不用意思嘞，因为家个含土无共用。啊，你唔拉入，还有层次，俺们唔对。要挑要好要好入啊。嘿，因为家个含土无共用，家层次说起来没无共用，故说我加一些。个会冇用秘书啦。冇，我老公叫我一注意含落去盖过。哦，给你看，差不多。呀，差不多30分钟。等下就来点。哦，所以自动结束。我點解特別剪？鬼唔會變到嫩油，係咪就橄欖油？係，因為家用下度動腳就熟。大冇變呢，佢忙說冇變，我10分鐘，等佢9天係怎麼變？對。咁我特別其實時間都冇卡住啦嚇，嗱我凍一下，凍嘅高就表示熟嘅。忙，熟嘅，忙，熟嘅啊，我哋。懂吃来做事。好，一下魚翅我以天意烘出來，暗過一下定一片30分鐘，慢慢地烘，係慢慢地烘，等下等煮完咧也差唔多誒，我來攞天數。好，今日我嚟做日頭料理哦，話又不得了誒，非常嘅浪漫。佢用埋不得了講啦。有很多油甘椒、屁滾，你識彈過冇？嗌湯一命，嗌咗定下準備鳳酒，西餐咧，非常嘅適合。好啦，你先嚟做好。哦，嚟。當然，我哋食材就係，今日先拿出嚟油甘，又要滷膏誒，滷膏誒，又講看樣，個又係生誒，就更加鮮質嘅。跟住先嚟呀，滷下滾，啊，大半就會先標就會鹽含個米酒，係，米酒係本佢去腥味，係啊，我都係米酒。加鹽咧，咩係去腥嘅一種，還有加鹽嘅意思就係等下煎嘅時間係冇鹽鑊。係啊，主要係冇鹽鑊，即係未做得，唔係講鹽鑊嘅話，魚上面千好不用一絲絲嘅鹽。我老到安尼去看唔會，就係看人家講嘅安尼，要鹹鹹嘅安尼啦，吼。叫扁面咩？扁面，我叫扁面啊，拿塊落去扁面好咧，哈。扁面。唔加鹽咁要啦，應該是拉嘅啦，唔是調到。你俾大家嘅油甘醬啊，係每本記得會叫做米絲。佢生下來又而家考試嚟嘅，而家講嘅頭先日嘅刀工，係啊，點樣嚟表現下？嚟表現下。而家又講到又係啊，醬過嘅，就酸甜。一來又酸甜嘅，冇按苦嘅，而家講按鹹嘅，嗰一種係較鹹嘅。但係兩種分享下嚟做壽司，咁就會較好食。哦，我強下從我強下講下就會按用hình切，看嘛冇火，你嘅火。你小幫手你進來，好嚟，因為以前啷個切油甘，啷個切得油甘，係唔會點火，啷個切得油甘，我細火係嘛，係，好細火嘅邊盤，好我生意哦，我按油切咯，係啊，你個忽咗梅嘅，我嘅忽咗梅嘅，嘅忽檔啊，我家魚食高檔啊，係啊，忽咗梅，好咧，唔是切到按搭啦，我客家人啊，上腔，不要上就好咧，唔是切到按搭，我幾多？啷個切30粒嘅，5粒其實就拿咧，30粒切到天光嘅，按4粒30粒，佢講30粒嘅，30粒嘅，就是30顆，10來顆這樣子，30粒嘅，按樣去，做得好。跟住一片底下，我先熱鍋，我先熱鍋。我估說人料同冇加下去落去做嘅料，醬料。嗰人家下啷個用嘅就係有多滷膏嘅啦。較酸甜酸，這樣唔會死鹹。希望加講嘅壽司嘅醬會有點燙嘅，人家講嘅燙死鹹啦，嗰希望就燙膚色。咁而家做係末嘛，切成末。哦，切成末。用嘅蒜末啊用。生意素哦哈，來切蔥，要這個洋蔥，要是切丁，然後就要蔥頭哈，要頭香就唔是愛嘅啦。我東薑唔切菜，頭香用白去。新鮮蛋贊。對，然後就先撈一蔥誒。然後佢切到幼嘅，你嘅控肉嘅話很上香，邊個嘢哈？都市有嘅。恭喜批下，很香哦！真嘅唔管，其實唔管做乜嘅洗頭一個篤素啦，做些真嘅要認真嘅係全重要嘅啦。係，我懂認真。我神芒大餅，這個要磨嗎？係，一唔是都講人家講濃細粒啦，我要先做醬啦。我先加啲啲油，油唔是燙到。你油我做乜嘅？你油要做醬咧。先做醬。我先做醬。咁5個青後剪。5個青後剪。我先撈蔥頭下來，幫佢炒軟。
我别炒较久，佮大当酸的。好嘞，酸的让下来，佮我头麦豆面爱落去切到安尼油油的。像點哦，像點一樣。哦，我要哦，梗係有條南我要。很認真哦，吼，係啦。然後咧，我嘅頭麥豆漿學下來咧，所以你啱哦，安尼吼，好，頭麥豆漿學下來咧。哦，還有乜嘅？有勇士吼，我加，等我加啲水，還有頭麥豆漿。有勇士，我要加啲奶油，奶油一啲啲嘅奶油入來，這樣會較香啦。好，做得吼，做得。電機。正經今日有安尼嘅鹽分，看到蔬菜正經喺度清淡的，係，喺冇平常時咧有可能為啲人哋睇書下，強下嚟做菜嘅。係冇唔錯。嘅樣時，我剛剛我當初人嘅，唔當係我前身，就係啊，世界，而家我係太世界。佢日下就要先嚟攞去冰，我冰乜嘅？已經冰同埋豆漿嘅，唔冰嗎？冰嘅冰嘅哦，咁唔是加水嗎？哎，啲啲嘅水，然後我想講，講，按你開唔是加水哦。同埋豆漿好像加一些嘅啦，你話加張加鐵度，好我咧，加咯，好一啲啲冇聽到哦。好 ，OK，唔怕叫佢少啲。做得吼，做得做得，也幾嘢，誒，唔加哦，幾冰下嘢。我加一些嘅鹽，一些嘅。啊，你幾張會有鹹酸甜，好咧，應該差唔多嘅哦。然後也就淋到一個披到一個鬼影當杯，乜嘅顏色就用哈，係醬，醬哈，先攞做得吼個火弄提起，好來，好來，你姜條看到點樣跳做得嘛？好，做得。來，做得吼。哦，看到你下睇數，等下，係龍天數，我數好啲啦，我冇食飯嘅數。哦，很強哦，小 case。謝謝啦，安子謝啦。好，等下我幫人家鑊頭，有時有鑊頭，我幫人家鑊頭。好，謝謝各位各位呀，奶油，先讓熱鍋，拉冇，有拉，裡裡面牛，面呀鍋影本來就會有油，你知嗎？它就會有油脂。哦，我有那種對焦香唔係係一種咩？焦香味，係嘛？我已經先同你講，等下我有焦香味，唔係，因為挪威空運鮭魚。焦香味。哦，所以佢當結束。我你話特別正，鮭魚我不用到奶油，係咪就橄欖油？係，因為叫人用下度，當結就熟。冇變呢，佢忙說冇變，我3分鐘，等佢古天係怎麼變？我都要等佢3分鐘。我係講嘅肉吼，等佢有當當面的，焦嘅個金黃色怎麼變面，我下講，冇按腳變，佢差唔多也有冇，拍拍嘅有冇，差唔多0.12公分。我特別係差唔多算3分鐘啦。焦香味等下出來了，破凍啦。他這破地話，講嘅我嘅等下冇睇。誒唔係啦，一個鮭魚其實咁樣出油，就係遇到嘅挪威空運嘅鮭魚嗰種嘅，就係油嘅嗰種我嘅笨蛋嘅油啊，就冇不用聽到，就比如一啲啲嘅奶油，係咪一啲啲嘅橄欖油咁樣去，葡萄籽油，因為鮭魚凍醬，啊，這都做得咧。好啊。看到嘅顏色一天講，哇！你看，就講吼，好彩一下張變，你睇下變都冇顏色的。嗰個人家下裡面有加一啲鹽老酒咧，我特別中意，不過其實佢哋就有啲鹹熟嘅，係冇唔錯。唔會按嘅。咁我家已經有落好嘅長菜，大人就嚟攞佢擺盤就做得咧。好咧，凍腳，凍腳，裡面唔係太夾熟啦，哦，很香哦。來，咁我特別其實切架都冇卡住啦嚇，我會凍一下，凍嘅過就表示熟嘅，忙，熟嘅，忙，熟嘅啊，我哋，就按腳啦。等下，啲地都係搬上，因為夾嘅骨頭嘛，再可以剪一下，差唔多。整到較拆啦做得，做得咧。入面好看。好，跟住入面做準公勺，好嘞，你看啦，接下來也就變魔術嘅世界咧。用唔係講變魔術，而家要講到也非常好食嘅醬。
cái牙用時就是變到順風，嚟看，一陣黏嘅感覺，可以看起來。冚起來，點？其實要拿嚟炒飯咪當好呢，要拿嚟炒飯皮啊。再同大家講一下，也係也香菜嘅名樣多。然後要咁將屁鬼。十批，馬雞仲好食咧，我愛十批，十批嘅啦，你用片菜都已經煮好咧，牙先開始好啦，好啊，先生肉好誒，不過我還想爽哦，真係好食呢。嘿，聽講有人下來嘅話吼，不用天煲嘅，燉一下誒就做得了。你當難熬，嗰個嘛，鹹上叉飯哦，又唔係條絲鹹，下飯吼，仲好食。還有甜甜的焦糖味。我講有蹦埋嚟，我蹦唔解兩個酸條，就是，趕快吃酸條，然後迫不及待。酸條咩好食？裏面幾多樣樣。所以當槍生牙嘅，係識開咧。佢有肉絲戀愛嘅米絲，對，酸酸甜甜嘅絲麵，光椒一比來，一比服就冇排泄冇。還有雞冠，沒有食法。好食。我即係平常時咩玩用片皮，不過加啲腐椒，按你嘅米絲行開有層次感。而家奶油剪出來嘅骨型啊，只有貼皮嘅肉。我剛剛能量上吼，按叫冇見面，一見面吼發出唔掂。當講三日三夜都講唔聽，早晨夾到一下最幸運咯。係啊，我今日做做吊帶，褲啊，我嗰陣時穿嗰啲，你做一條粉紅色嘅吊帶褲，我想，要不啊好看，像芭比娃娃真人版行出嚟。唔講以前哦，即係唔嗰陣時做到做嘅粉紅色嘅吊帶褲，佢印象深刻。我嗰陣時想講，嘟係誒要衝向，佢今日要按你嘅鹽粉，之前透過入米色。就係做到人嘅故鄉，其實呢件搭啲鐵房啦，都有當到無共用嘅鐵傘，佢尤其係客家嘅，人家講嘅農鐵傘，攞去做料理，知道呢件當推薦喺自家，做得最自家嘅家鄉，唔管你係哪位人，都做得潛在自家家鄉嘅味道。係啊，過年過節啊，大家進來有冇？迄個米色傳統啊，行嘅啊。就算冇自家煮，不過一道像人講到嘅一個菜鐵嘅食材，其實唔會當難，即係你人家營銷種嘢當難用嘅，其實當簡單。當簡單啦，當簡單。係啊，油心做出來嘅菜同唔做係一片菜。等下我打包。如果其實油咁，迄個是講用滷膏啊，行過一生喺廠已經咩一隻嘅。最簡單嚟講，最夾同埋豆漿，嗰加啲鹽。其實按用去煮意大利麵啦，要講皮啊嘅，皮嗰種較無按重米絲嘅東西，因為這個調味已經比較重了嘛，係，就非常嘅適合。係。冇唔錯，睇下佢好看咧，係。好啦，今日繼續食。每當歡喜見面看到你，希望下擺還有機會做啲嚟做菜本係咁快。係冇唔錯，按住食。你話係講我上音藝我拜託你愛食飯，通咗我哋冇食飯。閃前唔可以直接同人嘅歌跳埋嘅舞嗬。要千張頭都太洗腦了，跳跳去夜店咯。不然發現到咧，冇講出嚟。
披萨披萨披萨披。